嗱，如果咧係9點半咧就已經做完咧，咁call 翻去嘅時候咧，即刻就預先都講過話喺 Parnassus 有一個，預先講過話 call 翻嚟可能有多一個。咁而家咧就9點半咧去 Parnassus， 點去咧？好彩 technology 咧 equip 到俾我哋查一查之後咧，發現原來44號咧就喺 Parnassus 呢個 bus stop 嗱，所以 knowledge 咧就會有 efficiency， 仲可以查埋幾多點，6分鐘之後有架車嚟，15分鐘之後到17，咁所以都係 miss 2分鐘啫。所以 technology 係好喎，如果識用。今日咧最緊要都係想講，我哋咧其實如果對於一個細路仔咧，佢唔講嘢乜滯咧，你就要捉佢去講，引佢去講，引個過程咧就係要 praise 咯，要讚咯，要千祈唔好問咯，唔好評議 comment， 亦都唔好去 order。讚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淨係用 thank you， 要多啲用唔同嘅形式去我好 proud of， 我好 impress。但係今日最重要嘅一樣嘢學到咧就係，原來咧要注意去做嘅每一樣嘢咧，將佢變成語言。例如話，我見到你畫緊嘢喎，好靚。粉紅色係你最中意嘅顏色喎。一路用注意咧嚟將佢標呢個自我，標呢個 identity 啦。佢知道佢自己係識啲咩，知道自己中意啲咩，將佢自己嘅語言咧加強。